朱老師，呢幅咁靚嘅清明上河圖係邊個畫㗎？呢幅清明上河圖係宋代名畫家張擇端嘅一幅手卷，佢展示咗北宋時期首都汴京嘅人民生活同埋景觀。咁張擇端係點樣過一日㗎？咦，子心你咁有興趣，等朱老師介紹呢本書俾你啦。呢本書呢，就叫做《畫家的一天》，作者就係斷章取義工作室，出版社係三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。張擇端的一天。張擇端字正道，琅琊東武人，北宋畫家，擅畫樓觀、房屋、林木、人物。他自幼好學，早年遊學汴京，後學習繪畫。宋徽宗宣和年間，任職於翰林圖畫院。有個性的張擇端，小伙子畫得真不錯，隨我進宮畫一幅汴京城的繁榮景象。這可是你天大的榮譽呢。謝拜下。宋徽宗看了張擇端獻上的畫，對畫中的亭台樓閣大為讚賞，決定將他召入翰林圖畫院公職。住在宮裏，我可畫不出汴京城。你居然提出如此無理要求！宋徽宗命張擇端畫出都城汴京的繁華景象，張擇端答應了，卻要求在城郊另闢一處農舍供其作畫。以後佢就服侍你，幫你完成畫作啦。宋徽宗答應了張擇端的要求，命人在郊外尋了一處農舍給他，還派人替他搬家。汴京生活。清明節那天一大早，張擇端就帶着書童出門了，想進城觀察汴京城裏節日的盛況。畫得真係好睇啊！他們從城郊一路走來，穿過了大片農田、樹林，路上的行人也漸漸多了起來，寬闊的汴河漸漸地出現在他們的眼前。碼頭上、河上有往來穿梭的船隻，碼頭邊運糧的船已靠岸，工人們正忙着卸糧食。大船過嚟啦！河裏有很多的船隻，有的船上很多個船工在賣力地划着船，有的船上好奇的客人正望着水裏游來游去的魚，還有的船工想趁着好天氣在船頂上曬個太陽。河邊的街道上，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有賣玩具的小販，送外賣的小哥，出門計數的人，還有各種賣東西的商鋪，琳琅滿目的商品，非常熱鬧。公子卜個卦嗎？自初二刻，上午9時30分。張擇端和書童走過汴河旁邊熱鬧非凡的街道，繼續向城裏走去。書童一邊走一邊感嘆：在城外就如此熱鬧繁華，不知城內又是怎樣的繁華？說着說着就看到了汴京城高大的城門。自初3刻，上午9時45分。行至城門，張擇端看見驗貨收稅的官兵和運送紡織品的馬夫，因為稅收過高，大聲爭吵了起來，就拿出畫筆畫起畫來。這時本該守衛森嚴的城門卻無人把守，一支戶人相對穿行而過。公子好似畫畫。午初，上午11時，正值清明，
街上到處可見賣紙馬的小攤販，攤位上各式各樣的紙馬栩栩如生。公子，快看，這裡有紙馬。走在大街上，各個小吃攤散發出誘人的香味。路過香飲紙攤鋪的時候，張擇端忍不住吞了吞口水。買一個吧，買一個吧。經過賣花的小攤，張擇端忍不住想去買束花，被書童拉住，提醒他今天是帶着任務逛京城的。買一個吧。公子，我們是出來寫生的啊。午正，中午12時，汴京的街上不乏張燈結綵的大酒樓，3層樓高的迎賓門上掛滿了絹花彩球，進進出出的酒客絡繹不絕。這個酒樓真氣派啊！我什麼時候也能進去一次就好啦。我們去吃個飯吧。錢大不夠，有點尷尬。有初下午5時正，天色漸漸暗了下來，已經有點看不清楚建築物了。張擇端停下了筆，書童開始幫他把書具收拾好，準備吃過晚飯後出城。有初二刻下午5時30分，汴京城內各式各樣的風味酒家應有盡有。兩個人來到一家熱鬧的酒家，點好了菜，吃了起來，想趕在城門關閉前回家。來兩個大豬腿。有正二刻下午6時30分，回到家裏，張擇端迫不及待地拿出今天收集到的素材，開始推敲起舊圖來，看看紙上描繪的景物，回想起生活過很多年的繁華的汴京城，一個宏大的構圖終於在他腦海中展現開來。某初二刻凌晨5時30分，深夜進入了創作狀態，張擇端根本不覺得疲憊，而小書童早已趴在桌子上睡得天昏黑地了。直到聽到雞鳴的聲音，他才發現天快亮了。1年之後，清明上河圖終於繪製完成。既然中國的藝術家係咁度過一日，咁西方嘅藝術家又係點過一日㗎？其實呢本書都有介紹一個西方嘅畫家，佢叫做郎世寧。如果同學想知道入邊嘅詳情，可以到圖書館借閱。畫家的一天。今次負責聲演嘅同學有 5LD 陳子修、陳子琳、卓子軒、馬超兒。拜拜。